后来继续是这个台南市政府嘛，一直咧呼吁，到这个北部读册上班的学生甲市民，5日节莫回乡来过节。市长黄伟哲甚至推出着这个奖励措施，只要提出着6月初5进前买票的退票的这个凭证，就会当到区公所来申请到200块的奖金。另外，若是来开出着回到台南的民众是确诊者，阁会当领1万块的奖金。虽然有部分的市民讲安尼做真好，但是嘛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，讲安尼根本就是变相的道德的迫害，会造成着分化甲对立。 不管是台中以南、台中以北，只要你愿意退票，我们一律有这个200块的奖金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呼吁上北读册上班的市民，过日节莫转去。若提出6月初5进前买票的退票证明，会使到区公所申请200块的奖金。另外引起批评的是，鼓励里长、邻长也是市民通报登去台南的人，快摊阳性奖金1000块，PCR 阳性确诊奖金就发1万。 我非常赞成啊，因为像我自己也有小孩子，还是在北部啊，我请他在这端午节的这个季节不要回来。有人话好，嘛有人伫骂，共党的议员联名反对。政策有点像鼓励大家都来当那个检举达人，那变成说有被贴标签，而且会有那种猎物的感觉。那第一个，我不相信人性有这么坏；第二个，像确诊的人，如果他任意移动，他本身 就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，还有依照 COVID-19 的特别防治条例，它本身就要被罚20万以上200万以下。代替表示讲，5日节假期卖出去的票为13万6千张减到3万3千张，估计降到3万以下。 目前6月10日下班后到6月12早起，所有罗南对号列车台北往高雄，敢若卖59张票。6月14日下晡以后，所有上北对号列车高雄往台北，敢若卖57张车票。高铁部分，伫6月11到6月15这5天目前定位的已经降到4万外人次，显示人客持续去退票。 黄伟哲强调讲，通报体检是互相之间的健康关怀，唔是检举，一切以鼓励为主。主要目的就是无希望讲，因为5日节连续假期，人伫山顶上，致使讲病毒四界话，造成防疫网破空。